喺香港長期喺電腦做嘢咧，就應該買翻張舒服嘅大班椅坐啦。咁樣而家呢一張大班椅全部功能都有噶啦。咁而家呢一個咧就係逍遙功能啦，逍遙功能向左手邊趴翻落去咧，就成張椅固定翻噶啦，就冇得搖啊。咁另外個背脊位咧就可以調校嘅，拉右手邊個掣拉落去，個背脊向後壓，咁咧就可以最低壓到呢度咯。咁另外仲有一個托腳位，拉出嚟托腳。咁有時候做嘢做得耐得滯，休息一陣，咁係好舒服嘅。咁收翻去亦都非常之簡單，成張梳化咁樣嘅呢張電腦椅，咁成張升降功能啦，當然有啦。成張只係1599，而家呢一張係黑色，其他顏色都可以訂做。有興趣嘅可以喺評論區留言。